哦，咱的时尚辣妈搞我教2招，对，我无甲教1招嘛吼，真正对不起。哎呦，主意无简单啊，你要教啊？我等一下，我甲你讲，我有哪有咧看？嗯，我跟你讲，咱厝里吼是毋是有这抱枕对吧？吼，你有时阵你要甲拍，要甲迄落用风吹哦打吼，是毋是足晦气的？系啊，因为我拢摕物件放到等咧顶管。啊，等咧顶管吼，有当下淡就湿落，下骹物件嘛淡。这边打，下面还佫淡的对嘛？对。我甲你讲，我要解决你的问题，就是安尼，举2支3根，吼，啊3根，互你甲扭互开，扭互变做4角的，有诶吼，哦4角的吼，2支拢甲扭互开4角的，哦，吼，赞吼。啊，即摆吼将这2个4角的所在吼，用这束带，啊是用绳啊甲绑起来，拢会使，来，真方便吼。安尼甲撑过，安尼甲撑过扭起来，扭起来吼，扭大底安尼。哎，哇，吹安就好，安就好。嘿，安尼你看卖啊，放落来，好，安尼甲吊起来，哇，是毋是真方便？